关于三流的三人带欧洲人来读书，兰兰讲汽车了、装水了，侪不是主要问题。关键是挨搭个学区一喊脱。你喊我先到学堂里向去摸摸底，我觉着爱里向的人应该再领航行，非着学区房哪冒得脱。我们家的房子是我跟我老公的，我儿子的房子呢是在市区，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手续，让我儿子的小孩到这里来读书？房子的产证必须给你儿子，那家名可不可以呢？关键是他市区的房子多大？70，这个呢138啊，应该可以的。那比如说他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呢，他就成无房户了。就算这里没有名字，那他的孩子应该到哪里去读书？名下一个房子都没有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这里面是有风险的，如果学位比较满的话，政府就有权利帮你调配到其他就近学校去，优先安排有房产的。对。挨搭侪是你屋里单过的园区第20年小，我立辣阳台浪向，下头个菜场看得清清爽爽。至于你个三三六一还带里向去验书，决定于兰兰个1年之间。中交出来，热是热得嘞，在屋里向换脱身衣裳。现在我要赶单平忙去，开转场10步冒江山菜，5S 有4S，再搞1个钟头的公交车，醒目个兰高单站，带平忙发吃寿司面3个分类。想吃叫年数的平忙寿司面，谁不晓得还有5年之前的味道哇？有个5年之前不是来一道吃个呀？2块让你抽脱，上趟吃是24块，下上不到4块，看着大众点评了来的。辰光还在，现在我随带5年之前吃面的地方去看看。看来闯红灯是苏州大市范围内的通病。北大街年夜，2018年我导致外公平台3楼带平忙来提亲，亲高谁亲戚得了埃个门堂子里向吃寿司面。还有啥个要头丈母娘打电话来打我讲，彩礼不端正还门斩翻来，兰兰一万发吧。你讲眼高手高，不高老单，男人输是一朵花，看少人拼得过少人。没办法，我只还一个人活扎里里的，从六旁角浪向拨下来10万块洋钿，对得来。别个兰兰讲个闲话，等3结婚个辰光，但是值得一说，我刚去吃个寿司面，搭安顺门里向个比，相当于沈闹城个双娘头子，搭苏州一个比。有个上海粉丝搭我讲，哎呀，那苏州虎门皇家个双娘头子我吃过个呀，一天世界。因为你不晓得，苏州罗达个双娘头子最灵光。虽然我现在不晓得，平忙镇上还有罗达个寿司面更好吃。哎呀，辰光差不多了，现在要赶得去冒江山菜着。平忙江菜一转为8年来唱单子。微信上就是你，走，不是吗？我一直以为是帅哥呢，我到昨天你给我发了语音，我才知道是女的。哦，这是黄瓜，这个是酸瓜。这家厂好像是吴江区唯一的中华老字号。对。还有一个就是红双喜乒乓球是吧？对，平王就这2个品牌产品。我来之前都是做功课的。你儿媳妇跟我们还是算亲戚的。亲戚。我希望就是像你儿媳妇这样的平王本地人能跟我们一起来做直播。哦，这是仓库。灌装时间。怎么想真正的企业者？你知道我们到安徽去参观的那种什么茶厂啊、什么油厂啊，里面嘛几个工人4个罐子，就说年产量嘛3个亿，为捏个嘞。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在杀菌啊？杀菌。我知道的，我也是食品行业出来的。以后平王就是自己的家一样，经常要过来看看啊。我带我儿媳妇来，我一定要带她来。